弟兄们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7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以赛亚书41章第8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1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应允。以赛亚先知甲以色列人讲，上帝并无袂记这因。上帝用雅各来代表以色列，因为雅各名最后改做以色列。不但安尼，先知以赛亚嘛将这个亚伯拉罕伊也定位做上帝的朋友。先知特别提到着上帝的应允必然会实现，上帝袂弃杀伊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以赛亚书41章第8节到第10节安尼讲，毋过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我所选的雅各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你是我对地的结头带转来，对上远的角落调转来。我有对你讲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有拣选你，袂弃杀你，毋免惊。我不是甲你同在，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先知安尼讲的原因，是因为以色列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因对上帝开始产生怀疑，好像亲像上帝无咧实践伊的应允甲承诺。保罗在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也讲到相关的问题。伫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13节，保罗安尼讲，安尼毋是讲上帝的应允无实现，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嘛，无拢是应允的子儿。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，对以撒生才通算作你的子孙。安尼是讲，血统的子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子儿，只有对上帝的应允生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。时机到，我会过来，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。毋过，安尼利百加的双生嘛是对共一个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毋过，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拣选人，伊对利百加讲，大约大的要服侍细。这句话是伫因还未出世、还未做好，还是做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。安尼，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。照圣经记载，雅各我喜伊，以扫我无喜伊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干燥的嘴唇祈祷，求你压耳孔来听。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暝时嘛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。无找到什么歹，我立志无用我的嘴有过失。我遵趁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会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路，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压耳孔听我的祈祷。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，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也看我伫你膝下。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
我困醒诶时，你诶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赏赐应允赏赐救恩。求主帮助阮会当坚定阮诶信心，特别是伫阮诶困境诶中间无有失望，因为阮得到上帝诶应允，这必然要来实践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